各位平安，跟大家分享一个不饶恕与饶恕的故事。11月2号星期二，我接到一通电话，是我太太的三哥。他说：“我是三哥啊，元旦的时候是我小孩结婚，到时候大家见面聚会，你把家里的地址告诉我，我把喜帖寄给你。请注意啊，他说地址哦，我小孩已经30岁了，我太太的娘家居然没有我的地址。”电话挂掉以后旧恨但是没有新仇了一起就冲上来了。我太太还没结婚的时候，曾经因为这个哥哥责备的时候言语不当，曾经自杀过。我小孩小时候住院4次，这个舅舅也没去看过。去年我太太癌症，最后1个月住院，他也没有来看过他的妹妹。所以我想说，我怎么可能会去参加他们的婚礼了？其实他也不是个坏人，只是因为不会说很得体话的人。那不去参加这个想法，当然就是不饶恕在作怪。因为不去参加的话，又好像很小气；参加吗，我又不甘愿。就1连5个晚上，睡也睡得不好，白天也不好过，不是手被割伤吗？就头撞到墙。我才晓得说，不饶恕别人，就好像自己喝毒酒，却希望别人死掉，这是两败俱伤啊。到了第6天，礼拜天早上，我来到教会，我坐在第3排，翻开周报，第9页第1行，居然出现一行字：饶恕对方，如同神饶恕你。天父真的知道我们孩子要什么，我们需要什么，上帝都知道的。他也知道怎么去帮助我们，因为他知道孩子们是软弱的。散会的时候，我就跑到前面，请郑牧师帮我祷告，求神给我力量。中午我也留在教会里面吃了一顿圣餐，真的很神的恩典啊！从那个时候我就不再苦毒我自己了，真的神要给我力量，就这么简单的解除了我一切在我脑中的不舒服、不愉快的东西，让我恢复一切正常的生活。最少我不会去喝毒酒把自己毒死。那至于去不去喝喜酒，我不知道。最少我现在生活上又恢复正常，谢谢主以佛所书第4章32节，圣经说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谢谢主，谢谢。